好，我是民族分享实况高高讲学法。今日我也来到广西，广西啊岛边有一种特产，叫做仙草。那边还有一个专家，其中那个仙草并入到超油地度哦，到底係怎辦呢？兔太家來你看哦。Hello， 李太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嘿。哇，现在你就在做酱油了，对不对？嘿呀，嘿呀。唐讲广西啊岛边有一个特产就是仙草，你拿那个仙草并入到超油地度哦。嘿呀，俩是俩叫仙草啊。就要晒走的仙草。广西的特产啊。是。哎呀，叫仙草啊！可是这个仙草晒干的，跟这个我们走菌过的豆子要怎么结合呢？哦，你要走菌过的豆子哈，来你要用俩晒日头哈，才会风味较好。哦。该俩差不多还不用降毒哈。对。180天哦。180天哦，那这样差不多要6个月啊。6个月的时间，那有没有哪一缸已经有6个月？哦，可以啊，在那一边啊，很香哦。那我们来去看看。好。太哥，就会亮红黑吗？嘿啊，是亮啊。好哦。哦，爱开大开本款啊，本款啊哈。好。哇，好期待有东西它耶。来哦，1、2、3，来闻闻看。用我爱香的豆，真的好香哦。而且蛋酱皮就懂香哎。这样吃看啊。好，我来吃看哦。系啊，正经的豆腐饲料做没有？唔好，那种手工豆油当后工吼。系哦，唔好炒。你从头开始，头做到后色差不多要7来年咯。7来年啊？最少要7来年。7年都会用出来。系哦，真辛苦哦，做了。真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今天跟着我一起去学做这个仙草酱油，真的很香哎。在这边先跟我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单字哦。第一个来学的就是酱油 ，tell you。第二个看到的就是仙草，咸臭。第三个，我们一起来学一整句话。手工酱油很耗工，手工豆油当好工，手工豆油当好工。大家都有学会了吗？有没有闻到那浓浓的酱油香呢？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学客家话喽，拜拜。